大家知唔知道比新年更加熱鬧嘅節日係邊一日呢？冇錯，就係湛江嘅年例啦。今年2月24號，湛江年例村長特別邀請大家嚟到村落呢邊過年例。湛江嘅年例相當於湛江人嘅新年求福節。有慈祥敬神、舞獅表演、舞龍表演、飄色表演、敲鑼打鼓、玩足成日，新年嘅氣氛直接爆棚啊！我哋融入其中，樂也融融。咁靚嘅飄色表演等住大家參加。我哋美食之旅嘅食嘅同埋住嘅都係5星級嘅標準，例如食嘅有大乳豬，仲有酒店嘅海鮮自助餐，仲有價值1800蚊嘅年例大餐。同埋住嘅就係當地湛江5星級嘅白天鵝酒店，房間係開放式嘅衣帽間，而且右邊嘅設計非常好，左手邊係用嚟化妝，右手邊用嚟沖涼。房間有啲老前鋒嘅感覺啊，當下比較流行嘅金屬式嘅裝修風格，層次感直接拉滿啊！如果你想2月24號嚟嘅話，麻煩喺評論區留低年例呢2個字，我哋將行程發送俾你。